想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行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不过你哪知影，我囡仔生出来一定是查甫的。这阿嫂，你去定期检查就知影啊。免，凭我的感觉哦，除了医生咧用迄款超音波哦，搁较准啦，绝对无唔对的啦。阿丽，我去叫伊走。阿丽啊，阿丽啊，你听我讲啦，阿丽啊，你听我讲好不？阿丽啊，我拄则吼。看恁二爷甲恁二嫂遐尼幸福，我实在是真新鲜啦。其实咱两个嘛会使甲因同款啦。阿丽啊，我吼甲所有工作结束了后吼，我答应你，我绝对甲某离婚啦。我要甲我吼心爱的人做伙啦。阿丽啊，我要甲你做伙啦。若无你，我活在这世间上，敢有啥物意义？阿丽啊，莫哭啦，哦，莫哭。俊才，你这摆来这，到底有啥物目的？是安尼啦，我有菲律宾转来吼，本来总公司是叫我先休假啦，了后才搁派新的工课给我。也毋过我一听到讲这有工课，我就放弃我的休假，就赶来遮。最主要的目的哦，我就是要来看你啦。阿丽啊，给我一摆机会好不好？我会好好对待你啦。咱会使吼恩恩爱爱，就敢若恁二仔甲你二嫂同款啊，好不好？俊才，你下摆莫过来找我，若是叫我阿母看到，伊会生气。阿丽，阿丽啊，你老实甲我讲啦，你敢有肯原谅我？我想应该是无问题。姚先生，钟经理，歹势，这个电话请一下，我讲伊就对了。对啦。唔免啦，我徛着就好啊，你无你的啦。
要贵先生？阮总公司哦派我来啦，想讲你甲贵公司讲看卖，有啥物合作的机会无？想要跟阮合作，是啦是啦，还是要来合作？阮公司哦本来想要开一间甲你性质共款的公司来甲恁竞争啦。我想想的吼，安尼对咱上方面拢真不利嘞。所以咧，所以吼，我感觉吼，咱双方面会使合作，增加规模，安尼吼，对咱大家拢真有利啦。假使讲若合作袂成，假使讲若合作袂成哦，阮总公司哦，考虑哦，停止这个土地开发案。那安尼，你想要趁钱就趁无啊呗？这哦，对你损失可能会真大。请你哦，来互我考虑者。若这你放心，即摆的土地开发案，敢若来投资的财团真济，阮公司服务的，也毋是干你这个财团的。是啦是啦，我就感觉足奇怪，别人拢认为讲阮这公司服务真好，钱拢甘愿互阮公司赚，独到恁这个财团有意见。当然啦，趁钱哦是大家欢喜甘愿啦。假使讲恁这个财团认为讲钱无要互阮趁，大家嘛无需要勉强的。那安尼吼，我等下去总公司请示者，另工吼，我搁提搁较好的计划来，歹势，该邀邀。小等下，甲恁这财团讲，拜托抽这牙关，互阮服务趁的只是一点仔工钱尔，安尼阮全场三排拢会真感谢恁。你毋通安尼讲，你毋通安尼讲啦。阮庄卡人哦是拢做团结的哦。假使讲若想过铁起，我定到时阵连便当都叫无，我是袂骗你哦。歹势。阮阿妹啊，太介意这种卡色，目睭叫欠拍。你啊，我无讲你就毋知咧。到尾啊，我甲讲啊，若伤过铁起啊，连便当你都叫无啦。迄老仔真知哦，听甲是安尼面啊青顺顺，知影讲无梦啊，偏仔某就出去啊。面啊青顺顺，敢会安尼？啊，可能是啊，去我吓惊着啦。文成啊，我讲你也是较细腻较有影。你放心啦，若迄个小囝哦，我食会过过的。到尾啊，伊也是会了解讲钱，那是互咱趁，算开无。那安就好。对啦，文成，那剩下的伊无去公司上班，是影响到未？袂啦，啊若准做讲做袂去，啊无摕倒来厝里，嘛是赶快当做，袂影响啊。那安就好。总算哈，替咱阿丽出一口气啊！迄个小囝吼，若毋来便罢啦，伊若是甲真正搁来咱公司啊，我共款啊，要面啊青顺顺出去啊！妈，你老爸无倒来？无当啊。妈，已经规半年啊，你放爸爸逐工出去啉酒跋筊，再搁每一暗等伊倒来，甲伊冤家，你这是何苦咧？我就是要甲伊倒一口气，看是要宰掉，将财产都甲败了了啊！妈，爸爸搁安尼开落去，咱就无钱，以后是要安怎过日子？以前你将钱拢交互伊，实在是毋对。你若莫照我学着，我业就较细巧，我真正甲你老爸离婚了，咱无见要去摇着。妈，就算你拍算要甲爸爸离婚，你嘛莫心肝遮尔凶，害爸爸变甲安尼。啊，你讲意思无讲你老爸变安尼是我害的？妈，你嘛有一寡的责任呢。你若莫逐工甲爸爸冤家，伊心情较好一点啊，就袂出去啉酒跋筊啊。代志行到这地步啊，后悔闹啥路用？当初伊要拍我、要骂我的时阵，伊个囡仔无想看卖啊，要逼我互我对伊死心哦，无法度啦。
妈，金宝若有离厝的，无离家出走，咱厝内底敢会变安尼？哎，讲真哪有路用？你老爸等下。我来去看卖啊。爸，你家认为这个干开啥？你较细个啦。我无咧醉，莫甲我看。今仔日哦，我烧酒啉啉的转来，要听你骂。来，我听你骂，我听你骂。醉甲安尼，连冤家都无对手。去楼顶遐2点2分，看恁老爸讲。妈，要有爸爸困在遮哦。等你看这只甲死，你敢拖来恁人哟？哦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阿母，你若是袂放心我出去，安尼我坐点车应该会用的啦。嘿，我看吼，你也是回去房间坐，莫坐咧客厅的。等下后人若来吼，我才甲好好出去。你若莫有看到较无代志啦。阿母，人伊才袂遮尔无聊咧，伊知影你咧生气，伊敢有可能挑工来找恁妹哦？迄这是无一定哦。若头这款拗到底的人吼，是足唔知讲见笑的呢。阿母，迄凊彩袂共食人啊！你莫遐尼烦恼，莫遐尼紧张，好无？你这戆查某囡仔，阿母是替你打算，替你烦恼呢。你看你替伊讲话，你唔通袂记哦。你伫恁老爸面头前才手抓过，讲你不爱插伊哦，吼。好啦，较忍耐咧啦，哦，加忍耐几工啊。等你这下若过哦，就无代志啊啦，吼。好啊啦，无代志，我要来帮你啊。好啦，去困啦。等下要食拢啊，甲伊叫啦。是啊。是兄，是嫂，是我啦。啊，你来啊。安尼，阿嫂，你人咧无爽快心？今仔毋知安怎吼，胸较蛮杂杂，骹嘛足酸的，毛病是也够济。别啦，我看我也是带你去病院检查一下较好。安尼一工一项毛病，是要安怎检查会了？好啊，注意。阿丽啊，你前下说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本来想讲要来甲恁开讲一下，阿嫂若是无爽快，安尼互伊歇困好啦。啊，我无要紧啊。无要紧啊，啊你有话吼，看要甲恁阿嫂讲啥物，你讲，有啥物代志叫恁遐好者，吼。好。你毋知吼，安尼巴肚一工一工大起来，胸坎变啊足重的，啊行路也袂稳，心情变啊足歹的，啊常常咧无代无志哦，就是要发性地，加在恁里遐，阁真体谅我。阿嫂，我感觉你足幸福的呢。啊，对啊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是毋是为着刘进财？其实我感觉会出来，你还阁爱伊，毋甘离开伊，对无？所有的人拢反对我甲伊做伙，我嘛知影甲伊做伙毋对，啊，毋过我足爱伊的，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我毋知要安怎才好。安尼，其实我是上无资格，互你啥物建议的人。我拄仔甲恁兄做伙的时，
阮大兄嘛是自头到尾就反对。我拄拄有这个囡仔的时阵，我决定要离开恁的兄。结果呢？结果我嘛是无法度离开。感情这物件吼，唉，实在是。阿嫂，我知影，感情的物件是爱家己去体会，别人无法度了解的。准呀，你看，安尼感情也搁你爱的真在啊！小叶哦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有啊，你唔免烦恼啦。等阿丽啊，毋是3岁囡仔啦，家己安怎做哦，轻重伊拢看会出来。伊敢若知影轻重哦，嘛免我咧烦恼。是讲哦，准呀，你爱替阿母想一个办法哦，互伊后头唔通搁来过高甜啦。哎呦，但我这是要想啥物办法啦？这嘛都要阿丽啊，家己讲安尼看破，毋才有法度。但是即句话毋是假讲的。这半年来哦，伊拢无来，那阿丽啊平静无代志，那即马安尼，无准呀！我看吼，唯一办法就是你出面哦，甲吓惊一摆。叫我见过老凊彩。对啊，互吓惊者以后才袂来过高甜啊。安尼做敢好？那唔好，这是唯一的办法啦。啊，若无安尼哦，咱阿丽会搁缀伊走啊。早点准备好，你叫爸爸起来食无？看起来。我来困觉。爸，你精神啊？要食早顿无？这金铺啊，赢啊，拢开了，无半仙啊！安尼你有欢喜无哈？拢无半项啊！哼，哼，我起来了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我起来了，啊！即摆已经无半仙了啦，哈！我食什么吐司都啉无哩咯，啊！我起来了。咱即工等真久啊！无钱啊，老歹哦。搁遐无看？你冤哈！看啥？真冤！阿爸！啊，死了！阿爸！我讲过，你若搁我磕一，我就甲你离婚。咱今仔日清清楚楚。你们得离婚嘛？你出去给我搬出去，免好，你赶快你我就马上请。安尼有较快活无？翠玉，互你安尼风太我，你敢袂感觉真烦？哎，哪里是在讲啥？翁仔某做伙哦，本来就是爱互相啊。等我囡仔生落来吼，人较快我的事，我才好好报偿你。补偿我，哪里是在讲啥？我伫咧台北哦，当咧车病时阵啊，你嘛是共款用迄个心机对待我。啊，即摆咱有一个新的开始，
一新的生命。应该哦，甘心的人是我。对啊，阿母叫你去对付迄个老建材，啊，你拍算安怎？对啦，迄出电影你敢无看？伊讲哦，我没有做大哥已经很久了。下轮当哦，是阿母哦紧张啦，紧张过头，伊才会叫我安尼做。是讲哦，这感情问题哦，嘛是来看你家己本身啦。啊，你心情我了解，我想伊可能会让阿母失望。你感觉迄个老建材敢有真正咧爱阿丽？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应该来找老进财，和我来开讲一下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惊，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，我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予干，唔通留半边予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。